台铁Q山线对苗栗生意一路退化到台中后里，规路巷景观有过大的变化，是许多人心肝头度一等站嘅火车路建设。1998年停驶过后，国家都希望Q山线无路安内落幕下来嘅。不过用嚟能係真好嘅發展呢？Q山線兩頭嘅苗栗縣、台中市有無共用嘅打算。苗栗縣得到為交通部觀光局3億元嘅經費，動二來打造6公里長嘅 rail bike 鐵道自行車。台中市係想要爭取34億元嘅經費，鋪本 Q 山線火車使得常態復駛，也嘅難題按用嚟解決呢。另外對韓國產業嘅 rail bike 未引起鐵道運輸工作者嘅批評，講也會破壞Q山線人才嘅用嘅。也當中嘅頭來民意，向下嚟關心。台南人帶着遊客去看Q山線火車路，如意獎嘅。苗栗縣政府盼呢漫遊Q山線免費體驗發通，想愛過多人去報名參加。為什麼火車這個路線後來要改到西邊去？用它的當時為什麼走這個東邊這條線？那就是因為視線的關係，因為坡度的關係，東邊的條件很好。橋段做得講台灣呢強勢出運，也係龍田團橋、南團橋，大部分的人客對團橋的印象都係北團橋，限得有人啲河壩背，還有四座橋段比較，那唔係有地種嘅台南縣大路，人客可能會注意到。一般人來講，就是只會這樣子經過、路過，但是絕對會錯過，因為今天有專業的導師在講解。讓我們了解這個台灣很難得的這樣一個鐵道的歷史，龍騰斷橋也是一個歷史的一個很難得的遺跡，可以保留到現在，我覺得非常的棒哈！希望以後有更多的人可以來探訪，蠻懷舊的啦，真的。然後就是看到這麼近距離，通常等於說之前都是在上面走嘛，那現在看到這種。就是說遺跡，然後這種近距離看，真的還蠻值得的。這火車一停喺前3-4年哈，哦，就上急來行，以後冇機會行啦。其實當城市嘅就講冇火車好坐這個4車來啊，一年就大概至少有150萬嘅個遊客，也就係佢南北鐵路產業東西山脈氣候分界線係佢千寶貴嘅鐵路人文同自然景觀兩者一體觀光嘅睇點以台灣後里到三米係15.9公里，將近16公里也係非常珍貴嘅觀光資源。台東跳尾人跳到芒吉山網有好看，為路橋路龍世界遺產鐵道文化展暖身。苗栗縣政府為到愛屯觀光客帶入Q山線，又盼營澳費，又盼火車路圖覽遊覽。相關案例賦權的成立為加改好，縣政府盼按道發通，目的就係為到明年年中愛營運的Q山線 rail bike 鐵道自行車來鋪路。地方上生意興隆，讓產業升級，這才是我們要看到的這個一個榮景。那麼這個未來因為 rail bike 的以後會帶來很多無限的商機，讓很多的觀光客來休閒、來度假。苗栗縣文化觀光局2015年代用Q山線來做主題，提出名列世界遺產國際漫上來打造Q山線鐵道自行車規劃案，得到交通部觀光局跨期重點計劃嘅補助3億元，相關嘅計劃正在進行當中，按算明年年中會營運，會係全台灣頭一個推動鐵道自行車觀光嘅縣市。
我们现在阶段规划的是从圣心一直到龙腾断桥、鱼藤坪断桥，乃至于再继续进去过3号、4号、5号、6号隧道到内社川桥之前，那我们先做这一段将近6公里。我们会先做这一段的 Rail Bike 的这样的营运计划。我想届时呢也能够吸引很多的这样的不管是本国的或者是外国的背包客都一起过来。地方是非常期待 Rail Bike 的试营运因为这个是一个大家期待已久的一个重大诱因。因为我们在地方我们知道要往房子的经营地方，对地方上有帮忙。苗栗县政府参考韩国的方式，在秋山县打造 Rail Bike 铁路自行车，地方方的人士就头茫茫的提嘅盲燈，會帶來巨大嘅觀光效益。不過鐵路運輸工作者沙正義，按呢嘅做法，更怕會屯秋山縣火車路嘅鐵建屯發展做咩嘢？它魚藤坪段那個鐵橋上面，它會改造，因為上面行人在上面走很危險，但是它去改造的時候，這個橋會四不像了。那魚藤坪橋它也是很特殊的景觀嘛，那我們是建議說不要做任何那個改造，不能在鐵路上面做任何設施，或是說改變它的外觀或改變它的紋理，這樣是不對的。像韓國在騎這個軌道自行車啊，因為這個坡度太陡，所以它會加輔助電軌，那輔助電軌就會定着在這個軌道上面。但是我們這一次的計劃完全不做輔助電軌，我們是要求這個畜餐的廠商，他必須自己去打造電動，就是說在這個下坡上坡的時候是有電動的動能。這樣的自行車不可以有任何的這個輔助電軌施設在我們的軌道上面。面對外界按多位爭議，苗栗縣文化觀光局長林彥富見保證，專業 Rail Bike 鐵路自行車天初唔會破壞秋山縣火車路項以及當地以及素質美。Rail Bike 很簡單，軌道還是在，它只是去打了一台4輪的協力車，這4個輪子剛好它的軌距軸距呢就剛好就放在這個鐵軌上面，完全不會破壞鐵軌。我們最多就是在鄰近有一些交通服務的場站，或者經過的那個我們的鐵橋，鐵橋下面是這個峽谷啊，那個當然是需要有一些安全維護的這個措施。我們當然要去做一些這個維護的欄杆或者是防護網。這是一定要做的，這是我想，這在整個文化資產的保存上，我們並不會去衝擊它。Rail Bike 鐵道自行車，全世界上先進的國家對一個鐵路有保存價值咧，佢因為一個支線已經冇得去行咧，然後你秋山線洶湧安尼條件咧，佢就為了培養亞洲的休閒的一個方式，一種方式既然能夠保存，安尼好嘅鐵路，安尼龍，安尼鐵橋。各位呢，佢冇加講嘅一個對於一個環境嘅破壞，佢做鐵路當個完全冇破壞，只有用一個鐵路嘅一個自行車，本人他家己搞。但是因為 Rail Bike 來講嘅話，一般來本人方便上下車法，佢咩搶火車站有一大防護措施，多少一定要塞安尼東西。唔至於講安尼破壞嘅話，佢講難聽啲話，佢純視覺問題。唔真係冇損害到佢結構冇，因為冇。唔講破壞嘅話，都。任何時代一定話呢，像當年秋山線，從冇電氣化改成電氣化，佢咩大改造，佢有另外在舊山線里程。你與其講會破壞佢嘅景觀，還不如講也係舊山線每個時代不同的里程。秋山縣兼過苗栗縣同台中市監嘅嘅台灣海鐵橋，係台灣現有最長嘅花梁拱橋，結構設計看得出江豚力。唔但將係罕見嘅交通工藝品，韓國係秋山縣後一等站嘅風景。這個大安溪鐵橋，它是等於說台灣最後一座最長的，它長637公尺的花梁鋼橋。那從日治時代、總督府時代，它建成的時候就是這個樣子的。火車在走在其上的時候，它會有砰砰砰砰的聲音，就是說它是一個很特殊的橋。那你火車經過的時候，它會很有感覺。經
快门王文正去拍8公桥的影像，以小片内为到铁路次行车计划，台铁屯丘山线火车路，主本苗栗县政府30年，也就是讲台铁也30年，唔是来维修用户也接火车路，减下火车路屯公桥会快到韩国家，安尼未来也条火车路，我再个行驶就韩国冇可能。如果台铁停用的话，这个桥都没有人维护哦，那等于它整木没有人油漆，然后钢桥没有人油漆，它慢慢腐蚀。那当然后面说，它或许说它要再重新整理的时候是没有办法整理的。那目前这种旧铁桥，它整木就是每隔一段时间要保养，然后铁轨也是一样。但是铁轨火车不走的话，慢慢生锈。它生锈的时候，等到它的踏面它腐蚀进去的时候，这可能又不适合火车再走了。交通部观光局所提的计划，它所核定我们3亿元的计划，其中有将近2亿多是在做现有台铁局轨道已经闲置了，我们再去帮它做修缮，哦，那就也要修了将近2点多公里，还有一个500公尺的安全侧线，这些都是县府拿了交通部观光局的钱帮台铁局委托台铁局来修缮，哦，我想这是多方的资源在利用。苗栗县政府强调，railbike 唔会影响到火车的服饰，坦白有可能提暑假无抽通化计时器来服侍整体火车。不过王文正讲出问题的所在。这条线路哈，因为主本苗栗县政府主币30年，那个交通部它就是有新闻，就是105年3月1号开始停用，是因为这样，因为它只要一停用，它就要办履勘，可是他每年剩下2个月给台铁去复驶，可是这时间不够，他光是履勘就3、4个月，那这个是个假议题。我想很多东西法规或者是政策都是死的，就是重点在于人要不要做。如果后续我们是说要用节庆活动式的蒸汽火车复驶，那当然我们就必须要多帮大家先沟通好，什么时间是要来复驶。那我们希望到时候政府能够发挥行政效能。丘山线经过苗栗县、台中市2片的地方政府都看准其有观光魅力，规划嘅无相同嘅计划。苗栗县整体3万嘅打造丘山线的铁路次行车，可营造观光景点。台中市係計劃打通印度兩馬，恢復後里到丘台灣站也接火車路。按算民國110年來推動丘山線這個必行駛。这样的一个观光廊带，如果能够让它发展起来的话，其实它未来的这整个观光人次可以达到400万人次，那整体的观光效益可以达到264亿这样的一个很大的这个规模所以在市府对于这样旧山线的复驶上面事实上是很希望能够来全力来推动让这样一个旧山线复驶能够带动整个南苗栗跟北台中的这样整体的发展。愛屯丘山線這個發展起來，台中屯苗栗高叫無共用嘅做法，現成嘅火車屯鐵路次行車，也兩種當中會難提頭嘅問題。中央也都還沒有允諾給予任何蒸汽火車復駛，或者是願意補助40億元這樣的預算的前提之下，我們應該還是要回歸到基本面。让它有这个旧山线 railbike， 让我们继续来营运。在这个轨道之间，需要的是一个载具，需要是一个运具，否则大家要怎么来体验这个？要怎么过山洞？在台铁局跟苗栗县政府的这个契约里面，本来就有预留那个弹性，复驶的弹性，就是如果这个旧山线要复驶，它台铁局随时就可以把这个土地拿回来。所以，如果说到时候110年确定是火车要复驶，当然它的 railbike 可能就必须要停。厂商原来的这个契约终止它会有一些补偿，要赔偿给这个厂商，或是会结算计价给厂商。
那这个部分，我们事实上在后续的这个跟苗栗县谈的这个营运整体合作的营运，也会把这一部分的成本纳进来。好，那所以我们是希望说，苗栗县政府如果预先有预留这个弹性，那后续的这些成本就可以降低。福士丘山线的梦唔係做唔到。2010年6月初5，整起路火車，大概12年過後，又再過睇丘山線方行駛。嗰項行軌路頭擺又以為好講緊，苗栗鄉親同鐵土面看到就鬼感痛。當時苗栗縣政府行公認為火車票按好賣，聽說該有勝利合作。然後來看，其實像係劉公洲皮樣嘅。當時做苗栗文化觀光局長韓國新聞推動外在個行駛丘山線的12鄉長齊文他講，第四屆11張業就了100萬元，將會推動這個行駛丘山線，但將提示地方政府實在該實力。因為投資報酬率啊，冇拉啦，我使一台車嘅。我煤炭銷人工啊，就講包括運輸、買票嘅人工，包括服務嘅人工，全部算起來，個鐵路局佢本身算嘅方式，對於要推動一個福士嚟講，一個壓力非常嘅大，特別了錢。市一邊查出來要通員嘅人力起碼超過60個員工啊，那個一個員工往往係犧牲家業啊。個係要而家通人多地方多非常多嘅職工治安人員來協助，再有辦法服侍，所以也個費用代價非常之高啊！也地方政府也就負擔唔起。苗栗縣政府用台灣嘅經驗來講，台中市上海福士嘅計劃唔實際。不過台中市政府認為，所以整企業到中央嘅支持，同時同台鐵局幫落來，同台中苗栗兩個地方政府來調配嘅方式來做，就唔是由前緣來路。這樣一個有特色的廊帶在營造的時候，希望也是要有比較有特色的列車來加入行駛。所以後來我們在做提案的時候，不只是17.89億的工程的費用，還包括列車的購置費用，大概16.2億。所以我們總共跟中央申請的費用大概34.09億。所以這樣的一個計劃，如果中央在財務面上可以支持這樣的一個工程經費，還有購車的費用，所以我們未來的營運的模式，我們大概會採取說是市政府跟苗栗縣政府跟台鐵局相關的觀光組織一起來合作經營，這樣的經營就不會再發生以往虧損的情形了。鐵軌啊，它是有年份的啊。你來看一下，這邊有1905年，這邊有一個1905年哈。台灣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李啟峰，也等求台灣車站一台航嘅段呢，講等佢有嘅特別咧，喺台中市內，未算係丘山線航嘅丘台灣站，叔叔嘅一樣嘅，無論係翕片樣，也係愛結婚嘅人，就當去嘅翕。社區也按多年來未使用用火車來做主題，營造富權嚟嘅環境，希望上年下去到嘅遊覽。年紀有了，都會找以前想看以前的東西。我們是找老鐵道啊，然後聽說這邊很多人來，就跟着來了。如果說這裡有火車復駛的話，會不會更吸引你來？會，很期盼這樣，很期盼這樣。對好好利用丘山線，李啟峰其實美國期待，只不過將短短的15公里嘅丘山線的規劃，兩個地方政府各有各嘅看法，各做各嘅，而看到實在唔嘅。苗栗有苗栗的經費，台中有台中的經費啊！吼，唔過我想要就統一計劃吼，大家來協調啦。做我個人的想法是，莫按嚟講，唔做廿個，佢做廿個，不過咪就火車復駛也沒辦法走，路邊 bike 它也沒辦法走。15公里左右，聽到
有两个头度去做个事情啦，要做无共样的东西，啊，做从一条铁路天天咯吼，安尼一样的做两种东西咯，吼。哎呀，要发展观光，两边做共样要发展观光，啊，两边的主导者、主使者，佢要去协调，用怎么样的发展对地方最好。杨就讲要好好利用旧山线来带动观光。火车路项两提为地方政府路基整起中央嘅太平计算，这行起来有相互矛盾的计划，为承贴到冇，为屯公家嘅钱打上很冇。地方行嘅人屯铁透明，就望等中央会有韩国详细、韩国初期的规划。要条铁路一定要被复实。那目前一定要让台铁进来经营，因为交通部它可以叫他旗下的观光局补助给苗栗县政府跟台中市，那他只要跟右手讲，叫台湾铁路管理局来管这条铁路，那个钱给台铁用很好用。如果说今天台铁要去开这条线的话，他只要2个3个亿就可以的，不用说给像这一次那个旧山线区域亮点计划，他给苗栗县3亿，那给台中市17.4亿。但是我在想说，这些钱可能会盖一些硬体设施的，那但是就是说。以文化资产跟观光观点来讲，你一定要让这边要有记忆、历史记忆，然后人家才会进来。人家是要来看这个它的历史传承跟可以说故事的地方，不是要来看你的水泥块。旧山线火车路路腔本施工嘅庙黑咧，天通唔得，彩地乡亲都睇等等嚟看，用嘅就唔會比頭塔等咧。而這個發展，從東北共用比這個行事唔是講就係一定咁嘅情形。如果苗栗縣政府了錢了到驚，雖然台中市政府提出3方面，向下調過來作為方式，可從默默嘅用嘅。不過計劃預算都見有限唔切確定，將先有望熱嚟嘅鄉親行愛望望。